脾胃為後天之本，氣血生化之源，意指脾胃主宰食物嘅消化同吸收，令人體獲得所需嘅能量。不過現代人飲食作息唔定時，脾胃易受損。喺咁多藥食同源嘅中藥食材之中，相對百搭嘅陳皮就可以幫助改善問題。我哋中醫嘅裏面咧，陳皮咧可以理氣健脾、化濕，所以咧首推大家試一試陳皮。如果你個痰色咧係白色嘅、痰稀嘅，好容易掠出嚟嘅，嗰啲痰咧就通常係比較適宜飲用陳皮嘅。但係相反啦，如果你個掠出嚟嘅痰好結，顏色係黃色甚至綠色嘅，醫師再睇下你嘅條脷苔非常之厚，而且咧係黃色嘅，呢個時候咧係一定唔好用陳皮噶啦。另外，胃酸過多、胃潰瘍等腸胃炎症患者、燥熱同陰虛體質，例如易口乾、咽痛、便秘者，都應該謹慎飲用，建議先諮詢中醫。而揀陳皮都有唔少嘅學問，醫師話先睇產地，一般新會嘅陳皮最好，但係仲有幾點要注意。我哋咧通常陳皮會分3種陳皮嘅，睇年份。1到3年咧，我哋叫新皮；3年以上到8年以下嗰啲咧，我哋叫中年皮；9年以上嗰啲咧叫陳皮、老陳皮，係嗰啲係非常之靚嘅。咁我哋要留意睇個皮嘅顏色咧，通常會橙紅色，略略暗色啲，係或者話深色少少，但記得唔係嗰種發霉嘅顏色，唔係嗰種黑色、灰色，望佢嘅油色。油色咧係陳皮比較獨有嘅，你望咗之後咧，不妨有時試一試啦，輕輕刮一刮嗰個表皮，如果有少少嘅油咧滲出嚟咧，呢個陳皮都係比較靚嘅。第三，睇下裏面嗰個白色嘢，我哋個內臟嘅，咁咧靚啲嘅陳皮咧，佢個內臟咧係比較容易脫落嚟嘅。至於有唔少人都會自己將屋企食用之後剩低嘅橘皮曬乾，再沖茶飲，醫師提醒唔好咁做。記得啦，千祈唔好，因為我哋平時用嘅陳皮咧係陳化完之後嘅陳皮，係我哋通常需要3年以上嘅時間，呢個陳皮咧先會達到我哋啱啱講嘅理氣健脾嘅效果。如果就咁飲咧，反而會刺激個胃酸增加，令到個胃病加重嘅。陳皮喺食療同調味上應用廣泛，而且味道能夠同多種嘅食材互補。其中一款經典嘅配搭就有陳皮生薑紅糖茶，將適量嘅陳皮加幾片生薑煲水大約15分鐘，再放少少紅糖就可以溫胃散寒，有效改善脾胃功能。